您是否常常觉得腰酸背痛，或者发现自己身高比几年前悄悄矮了2-3公分，走路变慢，容易疲倦，甚至只是轻轻碰撞就出现骨头酸痛或淤青？这些看似小小的变化，其实可能是骨质疏松正在提醒您，骨头已经不像以往那么坚固。许多70岁以上的朋友都有过这些经验，但往往忽略，直到一次跌倒才惊觉严重的骨折。根据为福部与国健署的调查，大约每3位长者就有1位骨密度不足，其中髋部与脊椎最脆弱。这种被称为无声的疾病的状况，潜藏多年，却能在一瞬间改变生活品质。这正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一起谈谈如何透过每天的饮食来守护骨骼。我姓林，是一位有超过20年经验的家庭医师，长期在设屈诊所与高龄患者一起努力。我想用最简单的方法陪伴您一步步强化骨头，不需要复杂的食谱，也不必仰赖昂贵的补充品。在开始之前，先邀请您一件事，别忘了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您就能随时收到我们最新的健康建议。我想知道您是否正在收看，如果觉得有帮助，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若觉得没有帮助，请输入0。每一个回音对我们来说都是最珍贵的鼓励。请跟着我继续往下听，因为在影片的最后，我会和您分享一个日常小秘诀，帮助骨骼真正变得更有力、更稳定。那么，为什么70岁之后会特别容易流失钙与蛋白质呢？让我们先从这里开始说起。Part 2约580字。70岁之后，骨质为什么流失得特别快呢？这与身体的自然老化密切相关。首先，肠道对钙质的吸收率逐年下降，即使每天摄取相同分量，真正进入骨骼的钙却比年轻时要少。其次，维生素 D 的生成能力随年龄衰退，皮肤合成的效率降低，加上许多长者不爱晒太阳，导致骨头缺乏关键营养。再者，荷尔蒙变化也是重要原因。女性在停经后缺乏雌激素，骨质流失会加快。男性虽然速度较慢，但同样受到影响。骨质疏松不是抽象的名词，而是实实在在的风险。研究指出，骨密度偏低的人若发生跌倒，髋部骨折的几率是正常人的数倍，而髋部骨折往往让原本可以自理的生活突然变得困难。这些数字听来或许沉重，但也提醒我们，危险是可以透过正确的习惯来减少的。理解了这些原因，您可能会觉得还需要一个更贴近生活的例子。毕竟，数据和理论虽然重要，但真正能打动我们的，往往是身边人的故事。接下来，我想和您分享一位长者的经历，让我们看看坚持饮食习惯能带来怎样的改变。Part 3 Peak Story 约590字。在台中有一位75岁的黄阿姨，退休后经常觉得腰酸背痛，本来以为只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直到一次健康检查，她惊讶地发现骨密度已经落在骨质疏松的范围。医师提醒她，如果不注意保养，很可能因一次跌倒而骨折。这样的警告让她既担忧又不安。黄阿姨并没有立刻依赖昂贵的补充品，而是决定先从餐桌做起。她每天早餐固定喝一杯温豆浆，午餐则选择一份鱼类，例如蒸鱼或小鱼钳。晚餐必备一盘深绿色蔬菜，像是地瓜叶或芥蓝。这些食材在传统市场都能轻松买到，也不会增加太多开销。刚开始他觉得有些单调，但3个月后，身体逐渐出现变化，腰酸减轻，走路也更稳。半年后回诊，检查显示骨密度虽然没有回到正常，但下降的速度已经放缓。医师鼓励他继续坚持。黄阿姨说，这让她重拾信心，觉得自己还能透过努力维持生活品质。
您是否也有过类似的经验？如果有，我很希望能在留言中听到您的分享。这不仅是对我们的鼓励，也能让更多人明白，他们并不是孤单面对。黄阿姨的故事清楚告诉我们，坚持简单的饮食调整，真的能替骨头多一道保护。那么这些食物各自提供哪些关键营养？让我们先从鱼类开始谈起。Part 4，鱼类约580字。在高龄饮食中，鱼类扮演的角色常常被低估。许多人只想到鱼肉含有蛋白质，却忽略了它对骨骼的其他价值。首先，鱼类本身就是优质蛋白质来源，能帮助维持肌肉量，肌肉强壮了，跌倒的风险就会降低。其次，一些鱼种特别富含钙质，像是小鱼钳、沙丁鱼、因为连骨头一起吃下去，可以直接补充到骨骼需要的养分。另一个重要营养是维生素 D， 深海鱼类，例如鲑鱼、蒸鱼，不仅富含油脂，还含有较高的维生素 D， 这能促进钙的吸收。对于鲜少晒太阳的长者而言，这是一个简单又自然的补充方式。同时，鱼类中的 Omega-3 脂肪酸还能减少慢性发炎，间接保护骨骼健康。在日常生活里，其实不需要每天吃大鱼大肉，简单的做法是一周挑3到4天，把煎蒸鱼、清蒸鲑鱼或一小碟小鱼前拌饭加进餐桌。对很多人来说，这些料理不但方便，也属于熟悉的味道。吃鱼并不需要昂贵，也不必特别追求进口品种，重点是持续而均衡，让骨骼长齐，获得蛋白质、钙与维生素 D 的支持。等一下，我们再来看看另一种常被忽略的好选择——豆制品。Part 5，豆制品约585字。提到补钙，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牛奶，但对不少亚洲长者而言，乳糖不耐受是一个常见问题，喝牛奶反而会带来肠胃不适。这时候，豆制品就成为绝佳的替代选择。像是豆腐、豆浆、纳豆，不仅价格平实，营养价值同样丰富。豆腐与豆浆含有植物性蛋白，智能帮助维持骨骼结构。而一些强化钙的豆浆，甚至能额外补充长者最需要的矿物质。除此之外，黄豆含有的大豆异黄酮，在研究中被发现有助于减缓骨质流失，特别是停经后的女性，效果更为明显。这些成分虽然不像药物般立竿见影，但长期摄取能提供稳定而自然的保护。很多人担心豆制品天天吃会腻，其实可以透过烹调方式增加变化。早餐一杯温豆浆，中餐的麻婆豆腐，晚餐的清蒸豆腐或纳豆拌饭，这些都是常见又简单的选择。豆制品的好处不仅在于补钙，还能帮助维持血糖与胆固醇的稳定，对整体健康都有加分效果。当然，如果有慢性肾脏病或特殊病史的人，摄取量仍需依医师建议调整。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第3个关键：角色深绿色蔬菜。这也是许多台湾家庭餐桌上熟悉的好朋友。Part 6。美度 Mini CTA Mem 2约580字。我们刚刚谈过，鱼类与豆制品，两者都能提供骨骼所需的蛋白质与钙质，但如果只停留在这里，骨头的防护仍然不够完整，因为要让钙真正固定在骨骼里，还需要其他营养成分的协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来自深绿色蔬菜的维生素 K 与多种矿物质。在台湾的餐桌上，深绿色蔬菜其实随处可见，像是菠菜、芥蓝、地瓜叶，不仅价格亲民，还蕴含了骨骼健康不可或缺的元素。很多长辈以为蔬菜只是提供纤维，实际上它们在骨骼保护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您也觉得这些资讯实用，不妨帮我们按个赞，这样的回馈
会让我们更有动力持续分享下去。接下来，我会带您仔细看看这些常见的深绿色蔬菜到底能为骨头带来哪些好处，以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简单摄取。Part 一，深绿色蔬菜约590字。深绿色蔬菜之所以被重视，主要是因为它们含有钙质与维生素 K， 钙质能直接补充骨头需要的原料，而维生素 K 则像是一把锁，把钙稳定在骨架中，避免流失。这两者的结合能帮助70岁以上的长辈维持骨骼强度。以常见的地瓜叶为例，它不仅富含钙，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帮助肠道健康。菠菜则含有镁与钾，对维持肌肉与骨骼功能同样重要。芥蓝则是钙质密度较高的选择，很适合放在日常餐桌。这些食材不需要昂贵的烹调方式，简单清炒或汆烫就能保留大部分营养。需要提醒的是，部分蔬菜含有较高的草酸，可能会影响钙的吸收，但只要透过汆烫去除部分草酸，基本上就能安全享用。同时，搭配于类或豆制品一起食用，更能形成完整的骨骼营养组合。蔬菜看似平凡，却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环。当您在每天的餐桌加上一盘深绿色蔬菜时，就是在默默为骨骼增加一层保护。接下来，我会带您看一份简单的日常饮食组合，如何把鱼、豆制、品语、蔬菜巧妙融合在三餐中。Part 8，鱼、豆、蔬菜的日常搭配约585字。当我们了解鱼类、豆制、品语、深绿色蔬菜各自的价值后，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要怎么把它们放进每天的三餐里。其实不需要复杂的营养计算，只要掌握一个原则，三餐中至少有一餐包含这3类食材中的一种，就能形成持续的支持。举个简单的例子，早餐来一杯温豆浆，搭配一份清淡的蔬菜蛋卷，就能同时摄取蛋白质与纤维。午餐安排清蒸，蒸鱼加上一盘炒地瓜叶，就是钙质与维生素 K 的好组合。到了晚餐，来碗豆腐汤，配上小鱼前炒青菜，既补充蛋白质，也加强骨头吸收所需的矿物质。这样的安排既是台湾人熟悉的味道，也不会增加太多花费。烹调方式也需要注意，鱼类尽量选择清蒸、烤或少油煎，避免油炸；蔬菜则以汆烫或快炒为佳，能保留营养又减少草酸。豆制品则可多样变化，如凉拌、炖、煮或煮汤，让餐桌更有新鲜感。当这3类食材轮流或搭配出现在日常餐点里，骨骼就像得到3重保障。蛋白质提供结构，钙质补充硬度，维生素 D 与 K 则帮助吸收与锁住钙质。接下来，我想补充一些来自临床的建议，帮助大家更精准地检视骨骼状况，并在需要时寻求额外协助。Part 9，医师、营养师建议约590字。在饮食之外，还有几点专业建议值得特别注意。第一，定期骨质检测非常重要。很多人觉得只要没有跌倒就算安全，其实骨密度下降往往在无声中发生。建议70岁以上的长者每1至2年就做一次骨质密度检查，这能及早发现风险病调、整饮食或生活方式。第二，对于一些特殊族群，例如长期卧床、肠胃吸收不良或患有慢性病的长者，单靠饮食有时不足，这时候医师可能会建议补充钙片或维生素 D 制剂。需要强调的是，这些补充品必须在专业评估后使用，因为过量的钙或维生素 D 可能增加肾脏负担，甚至引起其他并发症。第三，若有慢性肾脏病、心血管疾病或长期服用特定药物的长者，
更应与营养师讨论饮食比例。举例来说，有些药物会影响钙质吸收，有些疾病则需要限制蛋白质摄取，因此调整必须个别化。专业的建议并不是要增加压力，而是帮助我们更安全、更有效地照顾骨头。只要配合日常的鱼、豆、与蔬菜，并遵循医师指导，骨骼保健就能更完整。现在，我想和您一起做个整理，并分享一个简单的小秘诀，帮助大家牢牢记住今天的重点。Part 10 Closing 约500次。骨质疏松确实是一个让人担忧的问题，腰酸、背痛，甚至因小小的跌倒而骨折，对生活的打击都很大。但请记得，这并不是命运的注定，我们完全可以透过日常的选择，为骨头增加更多保护。今天我们谈到3个核心习惯：第一，鱼类带来蛋白质、钙质与维生素 D； 第二，豆制品提供植物性蛋白、质与大豆异黄酮；第三，深绿色蔬菜补充维生素 K 与额外矿物质。还记得我在开头提到的日常小秘诀吗？那就是每天3餐至少有1样食材来自这3大类，简单、熟悉，而且容易坚持，持之以恒，骨头就能保持更稳定、更强健。能够一起守护健康，比什么都珍贵。如果这段影片对您有帮助，邀请您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更希望您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让关心能传得更远。最后提醒，本影片仅提供一般健康资讯，不能取代医师诊断与治疗。使用前，请务必询问医师或药师。愿您每天餐桌都有鱼豆与蔬菜的陪伴，愿您的步伐稳健自在，享受每一天。